歡迎收睇《獨海浮沉》啊！早兩日咧介紹嗰個 X-Power 嘅 TA45B 萬用旅行插頭啊，咁就係同呢個咒術迴戰聯成噶啦。咁如果你唔中意咒術迴戰咧，唔緊要，One Piece 咧應該係啱你噶啦。One Piece 呢一個 TA45B 嘅版本咧有個5款嘅款式嘅，有2隻路飛啦，普通路飛同埋5檔路飛啦，有卓洛啦，有羅啦，同埋男女都中意嘅索柏嘅，咁我都覺得索柏呢隻係好靚嘅，咁啊女仔應該會 OK 嘅。咁重申一次佢設計嘅特別之處啦，咁佢嘅插腳咧有成4個唔同嘅國際制式啊，咁啊大部分國家接近200個國家咧都可以用嘅，而佢啲插腳咧係前面呢度有個大掣咧可以 lock 實嘅，咁你就唔怕有時用力得滯咧就褪翻入去，因為呢個 lock 咧就唔係咁多嘅萬用插座都有嘅。咁前面呢度咧亦都係一個國際都啱用嘅插座啦，乜嘢模式咧都差唔多有啊，咁所以咧佢就係一個2合1嚇。呢度有萬能插，呢度有萬能插嘅一個插座嚟嘅。咁上面頂部咧有3個 Type C 輸出啦，最大嗰個咧 PD 3.0係有45瓦輸出，你插 MacBook 咧亦都係插到啊！好多朋友中意帶埋 MacBook 出去旅行做嘢啊，係咪？咁而左右兩邊咧亦都有傳統啲嘅 Type A 嘅 USB 輸出，咁啊帶一個咧去旅行咧應該都搞掂晒㗎啦。裏面咧亦都有過熱啦、過流啦、過充啦，同埋短路嘅安全保護嘅。最緊要咧就係有一粒獨立嘅保險絲。而呢一隻 One Piece 嘅旅行充電座咧，一樣都有動漫展會場特價，係180蚊嘅啫。中意 One Piece 或者尤其中意索柏嘅朋友咧，暑假跟住去旅行咧就可以帶住佢周圍去啦。呢件 X-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-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啊！詳情可以向 X-Power 客服查詢嘅。